美国要扣台湾20%的对顶关税，还阁加上原本的关税税率咯。世界界希望中央会当完整来说明。中间的院长林宪民是表示讲哦，对顶关税一般的原则拢是针对原本的关税，搁再另外给加起来。伊讲哦，像韩国要对美国投资3500亿美金哦，拢还搁另外加咯。也毋过哦，因为台湾搁在谈判，伊嘛相信讲谈判团队会搁继续来争取。美国对顶关税已经按初期中到12点正式实施，经过确认，台湾除了20%的暂时性税率以外，还会加上原本最惠国的税率，实际税率可能超过20%。业者希望对着实际税率，中央应该有完整的说明。不过针对关税贴价，学界讲无意外，中经院长连宪民讲，关税无贴价是例外，敢若欧盟甲日本伫谈判时成功，甲无贴价条款下入去。台湾谈判还未完成，当然是适用原则，无适用例外。欧盟跟日本的那个经验上来看，对美国的投资大概从5500亿到6000亿之间，具体能够谈到那个境界的代价有多高？这个代价如果太高的话，台湾社会愿不愿意接受？国会审议的时候会不会有变数？那个就变成另外一个问题啊。另外，行政院经贸办嘛伫最近回应讲，早伫4月初4的记者会，敢报道清楚讲，美国的行政命令外销美国的产品适用的关税是伫原本的税率，搁再加对顶关税。确实是在4月4号的第一次记者会就已经清楚地向社会各界来说明，但如果社会仍有不明白的地方，行政部门想方设法在强化资讯，这是行政部门的工作。轻描淡写的告诉大家，4月就告诉大家啦，好像大家为什么要去质疑政府这样轻率黑箱的态度，让人实在是难以接受。外界强调讲，资讯要讲清楚。学者建议讲，针对受到关税冲击较大的产业，尤其是外销美国的传统产业，中央应该较支持协助产业会当转型升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